继续关心台新金矿和新光金矿进前有召开临时股东会，成功通过合并案，而且因要拼月底送去金管会审核。不过即马新光银行企业工会是认为讲资方无诚意，对员工的安排拢讲无清楚，转向金管会申请。金管会表示，政府会用相关的标准来检视员工的安置计划。另外，Uber Eats 想要甲台湾的foodpanda加落来，不过安尼有可能会造成市场规划放弃的疑虑。劳动部已经公开表示反对。台新金矿甲新光金矿进前分别召开临时股东会，虽然成功通过合并案，不过习近平因为需要金管会点头。习近平要拼月底送件，对公司员工安置、就业保障这议题，新成立的新公园企业工会无感受到资方的诚意，所以谈全国金融业工会联合总会16家金管会进行年度座谈会，工会也当面向金管会主委裴金龙提交定情会，还没有任何的协商。甚至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的版本，为什么会直接都压日期说要送件？其实这一点对于员工来说，心情会造成蛮大的一个恐慌。对于新光金矿启动员工沟通，也开6摆员工安置会议，也无陆方参与，也无看到会议的记录。工会更加讲，金矿赶送件做法，让员工感觉真有压力，所以讲决定安置计划讨论无时间表，希望劳资双方做好准备，再过进行下一步的讨论。金管会也讲，会用相关的标准来检视员工安置的计划，加做习近平是不是核准，也是部会参考。那我们去了解，到底是不是有跟工会有说过协商了？或者是有开过这个劳资会议，那是不是有取得这样一个共识的员工安置计划？另外一个经受主义的合并案，要 Uber Eats 要合并台湾foodpanda，可能引发市场垄断。劳动部长何佩珊昨仔搁再讲到反对双方合并，已经向公平会发出公文反对合并。这个 Uber Eats 还有这个 foodpanda 为例，就要走向垄断独占了。你现在跟我们讲说我们什么资讯透明要去跟交通部商量，专法你拿不出来啦。专法的部分，行政院我现在就是在问你讨论。补件完了以后，开始立案审查，进行那个审查时效开始走的时候，我想各部会还有相关的关系人的意见，对这个案子的意见，我们都会审慎考虑啦。公平会讲，一旦业者完成报件，委员就会开始审查，并且采纳劳动部也各界的声音。不过，全台有超过15万名的外送员，但超过5年一直无看到宣发。条约立委认为讲，应该要加紧这立法的脚步。也个胡佩珊讲，议员需要细心来讨论。劳动部正关注外送员，先经由交通部运价规则和运费透明化，并且经由双方对话平台继续来讨论。记者陈华报道。